颔管腺癌的病例是愈来愈多，在女性的十大癌症排名第4名哦。医师就提醒讲，若是发现讲有吞喙烂未解顺，定定擦到，还是一直在扫，佮扫声哦，拢爱特别注意。目前除了手术、放射线治疗，有一寡新的标靶药物会当选择。吞喙烂的时阵，若发现无啥顺，讲话声音沙沙会扫，安尼就爱特别注意咯，真有可能是颔规线出问题。医师表示，以往拢是用一线的药物放射碘来治疗颔规腺癌，不过有的病人使用效果无好，加在即马有2线标靶药物，抗药性更较好，会当代替用过的药物，成功控制癌症。他还要对抗就是一线药物之后，他治疗失败，那产生了一些抗药性，所以他的靶点就是说有比较针对，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抗药性的一个部分。目前2线标靶药物的话，它其实主要还是以疾病控制为主。那目前大概有80%左右的一个疾病控制率。根据国健署的统计，最近几年来，台湾颔规腺癌确诊的病例愈来愈多。民国100年的时阵有2620例，105年是3827例，一直到108年，病例数已经增加来到4850例。台湾颔规腺医护卫教甲健康促进协会讲，颔规腺癌真好发现，民众若感觉颔仔棍摸起来怪怪，都爱有警觉。声音沙哑，它如果压迫到管声带的神经。它如果是压迫到气管，它就会觉得有卡卡的哈；压迫到食道，它吞咽都会有一点异物感。预防颔规腺癌，医师呼吁民众除了家己平常时爱加加注意以外，嘛会当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，照超音波来防范，唔通互病听恶化造成危害。记者麦秀英曾派文台北报道。